買唔冇，買唔冇。兄弟，你唔做哦，都先天的啊，賣唔出去咯，係那陣去強叫咯。你看人來咯。喂，靚仔，買唔冇，看下組，好靚嘅喲。而唔做都俾人拍啦，捱爭唔係。來，靚仔，河南嗰兩條肥條先，絕對新鮮，生猛猛，可唔可以買條做啊？阿勇，哎，靚仔，等下陣，大佬你講啊，其實嗰啲唔錯啊，好串嘅喲。有名講咗，你看出嗰啲唔錯啊，明知道自家開什麼嘅係，也邊邊條條再默默，佢一個串，哪條唔做都唔中我，唔看住。你知道自家開邊條堂哦，你就炸死。你看一個項目啊，天棒啊！聽人家就喜歡嗰啲唔錯，保證這類嘅聰明，科科考試這8分，也是嗰啲蠢皮，保證這類嘅禮貌適度，有沒？要老闆佬係跟條女啊！好，先跟人條。好，未記得了，講清嚟啊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有沒？風波。誒，我唔準你啲買哦，我揾鐵博買嘢。唔信我。哎，小東，再錄下。抖音。